欢迎收听11月30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以西结书44章1到31节，以西结书44章1到31节。而我们今天要祷告的经文，我觉得很回应以西结书的这段分享。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大家很知道的一段经文，叫做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人若自洁，脱离那卑贱的事，真的，上帝在今天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他竟然接纳这过去得罪他、敬拜其他的偶像，甚至把其他的偶像带来圣殿敬拜的以色列人们，甚至有一些人他在这当中他是有职分，他是有祭司职分的。然而上帝让以西结领受异象，从这个新耶路撒冷圣殿开始，一直到上帝的荣耀回到圣殿当中，他也恢复这些人他们的职分，而这个恢复仍然是在上帝心意中进行的，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让这些悔改来到他面前的人，他的子民，他告诉以西结说，我对你所说这个上帝殿中的这些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来看，用耳来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什么人可以进来，什么人不能进来，清清楚楚。当然就是那些不是上帝子民以色列中的外邦人，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族人，是不能够进到上帝的圣地、上帝的圣殿当中的。而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人他们过去得罪上帝，随从这些异教敬拜那些偶像，甚至把他们那个偶像带回来，带到圣殿来敬拜当然跟当时的那些王有关。而这些人他们可能有祭司的职分，上帝说他们没有办法，因着他们自己的罪孽，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罪孽，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再进前来就近上帝侍奉他。但是上帝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或是直接杀掉他们，而是他让他们仍然有这样公职的机会，只是他们现在所做的是看守殿宇，办理其中一切的事项。而在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些他们是过去持守，现在仍然看守上帝的圣殿，这群人被称叫做这个利未人撒督的子孙。他们在以色列种民离开上帝的时候，仍然看守上帝的圣所。所以上帝说，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然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在服侍所穿的衣服不能够跟这个一般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能穿那个衣服不行。当他们供职正完成的时候，他们就要放在圣屋里面，就是圣殿的厢房，然后他们要穿上别的衣服，才能够来跟一般的民众来相处谈话，因为不要让上帝的圣洁伤害让这些不圣洁的人，他们在这面前站立不住，造成他们的危险。而在这当中呢，不仅是祭司的穿着，包括他们与人的关系、生活的方式，这里也再次说明，他们能够娶的对象，以及他们能够就是生活的方式，都要有圣俗之分。
因为上帝要使用他们。那他们若不圣洁，或者是他没有把自己归属于神，他怎么知道他所做的是合上帝心意的呢？而在这当中呢，我们看见祭司他们也就像以前旧约利未记那时候说到的，他们有产业，不是他们自己去赚取这些产业，而是上帝要亲自成为他们的产业。上帝亲自成为他们的产业，他们就领受这些向上帝献祭后的祭物，这些都要被分别为圣。从人到穿着，到生活方式，到饮食，都要分别为圣。我们看见这段经文，上帝透过以西结也再次对我们说话。当我们领受一个职分，我们有活出这个职分它所代表的生命意义吗？我们活出这个身份它代表的价值吗？我想很多的时候这是一个挑战，就像一个爸妈，他不是当了爸妈就马上知道怎么当爸妈。然而感谢爱我们的上帝，他让这些祭司来侍奉他，是非常清楚的教导，非常清楚的带领。也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也是在一个非常清楚对上帝话语有认识，有遵行。可能你在遵行过程中，甚至你会有挣扎，但是今天的话语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成为属神的，我们就能够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世上有各种不同的身份，但是我们的生命单单在于你。你是赏赐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唯一能够叫我们得着生命的主。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代里面领受这基督徒的身份，这也表达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主啊，是由你所赏赐，也是由你所引导。求主你帮助我们更深认识你，好叫我们的生命活出属于你使用的样式，活出你创造的样式，活出你在这个世代里面给我们这特殊职分的样式，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成长，来回应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使命，叫我们不仅是自己要成为这贵重的器皿，更是能够预备各样的善事，叫人完完全全的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成为他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明天见。